台南市对这个月开始要举办着台语话活动。今年台语话主题是台语有够拍，有台语囡仔歌、台语诗啊、户外电影院等等的活动。台南也有真侪台语友善点头，文化局表示要让民众感受到讲台语上时行。轻快趣味的囡仔歌，这是台语歌手詹立兴的创作。除了要鼓励学生囡仔写台语歌，即马来台南一寡酒吧，每礼拜拢会当听到真侪台语流行音乐。拍算是拜三，拜三的时阵，阮的演的时阵就是会放。规工拢会放台语歌，真有足侪少年人拢唱台语歌，拢唱啊足好，系啊，所以讲我感觉足适合伫阮酒吧遮放。台南台语月活动14日开始，今年的主题是台语有够拍。活动除了有台语电影、有台语诗啊通写，为着要鼓励台语创作，阁有台语囡仔歌教歌比赛。过去咱有足侪童谣吼，囡仔教囡仔唱童谣即个物件。今年咱特别希望讲咱的国中生、高中生会当去改编咱的歌童谣由少年人改编了用较无共款的曲调来唱出因对台语的这个感受。叶德山表示，即马25岁少年人会晓讲台语的，敢若剩2成。文化局希望规划这一个月艺文活动，串联一寡台语友善点头，民众会当摕地图来台南哪耍哪讲台语。记者陈嘉文、刘一哲台南报道。